里的回事哦？你居为无事啊！你这个不孝的，到了。进去门口了，我等我老爷去过了。哈哈哈，去。老爷，老爷，妈妈你回来了。没有，老帮相爷买来了吗？没有，在哪里呀？他老，实在他老，老了5次不接了，啊？我把腿都拐不动啊！那在哪里呀？没，在门口呢。哎呀，你这么大一个女人，怎么拿不进来呀？哎，读书老的高不来呀！有这样老吗？10两银子啊，你多忙。我去看看，真的是这么大一个人，老把香烟都拿不动了哈！老爷，娃娃啊，老把香烟在哪里呀？那怎么有一个老人家？那么个老板那个么子没了呢？这老人家是你买来的？哎，我叫你把老把香烟，你把这位老人家买来了？老板想你10两银子求好也不给老板买的。呀！那现在还这是多我的儿啊，这位是我老爷。哎呀，原来是媳妇啊！哎原来是呀，公公了。哎，对，公公，请进来呗。好，来，啊，还不跟你？公公来，哎请坐。好，媳妇给故宫的，哎呦，起来，给公的。这两位他见过爷爷。好，见过爷爷。哎呦，这是我的孙儿啊！爷爷，你们今年几岁了？ 8岁了。都已经8岁了啊！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两儿。两儿子儿。哎呀，这个名字不好听。爷爷叫你们取一个怎么样？好。两儿子儿，那就叫金良月子。金良。好。公的啊！此大富大贵的名字，我儿子怕吃不得耶。哎，媳妇放心，我是2个孙儿取得便取得。啊，那老爷，不是，这是个棒啊，花头眼特别好啊。他跳进来不过，你个名字不给哦，唔讲，但却给喜欢咯。咁个儿子啊，栋梁啊，平给也不给吃哎，嘿。那就由公的做资料。娃娃。